65岁到75岁这黄金10年您会怎么过？不少人以为富养自己就是花大钱吃补品到处玩。我行医几十年，看过太多长辈到了70好几，回过头来才跟我叹气，说早知道当初就该换个活法。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门诊里最让我觉得遗憾的，不是身上带病的老人，而是那种明明身体还行，却把日子过拧了的老人。其实65岁到75岁这段黄金10年，富养自己最好的方法，不是花大钱，不是吃补品，而是一个3-7定律。不少人就是不知道这个规律，才把最珍贵的10年过成了日后的遗憾。我常跟患者说一句话，您现在最珍贵的不是存折里有多少钱，也不是子女多有成就，而是从65岁到75岁这段黄金10年，这段时间怎么过，直接决定您之后的日子是愈走愈开阔，还是愈走愈狭窄。所以我今天想用一整集的时间跟您好好讲这种不花大钱，不靠偏方，也不需要什么意志力的活法。您先记住3-7这2个字，接下来我会把里面的每一个比例都拆成您明天就能用的生活动作，包括怎么吃，怎么动，怎么安排时间，怎么处理人情，一个一个讲清楚。先讲第1条，3分饿7分饱。我发现一个很普遍的误会，不少人觉得退休了，日子该对自己好一点，你是就表现在饮食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炖鸡，明天买高级补品，后天跟住朋友吃大餐，觉得这样才叫富养。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65岁以后，身体的代谢能力、消化能力其实都在下降，过量的营养对身体的伤害往往比营养不足还大。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方向，叫做热量限制。很多大型动物实验，甚至一些长期的流行病学观察，也都显示适当控制总热量摄取，对代谢、对血管、对身体的发炎状态可能都有正面的影响。当然我必须强调，这不是叫您挨饿，绝对不是7分饱的意思，是停止过量，而不是吃不够。我自己行医几十年，看过太多长辈一听到养生就开始吃素，或者一听到节食就什么都不敢吃，结果体重是掉了，肌肉也掉了，免疫力跟住往下走。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少人都忽略了，就是蛋白质的摄取。65岁以后，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明显加快，医学上称为肌少症，而肌肉是我们维持行动能力最重要的本钱。如果您为了控制体重什么都不敢吃，尤其是不敢吃肉，不敢吃蛋，那体重下降的同时，肌肉也在下降，反而增加跌倒和失能的风险。所以7分饱减的是多余的热量，不是减掉优质的蛋白质。每一餐还是要确保有足够的豆鱼蛋肉类，这样才能守住肌肉量。真正的7分饱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当您觉得胃里已经有东西了，但还没有撑的感觉，再吃也还吃得下，但其实不吃也完全不觉得饿，大概就是7分的状态。还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就是改变进食顺序，先喝汤，再吃蔬菜，然后吃肉跟蛋，最后才吃淀粉。您会发现还没吃到原本的分量，自然就饱了。那3分饿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让您饿肚子，而是让身体有一点饥饿感再进食，2餐之间不要一直吃零食，给肠胃留一段空闲的时间，这对血糖的稳定、对体重的控制都有帮助。不少人有吃下午点心的习惯，其实不是饿，只是嘴巴无聊。您可以试着改成喝一杯温开水，或者站起来走一走，过几分钟，那种想吃的念头多半就过去了。对了，讲到这里，我想问您一个生活问题，您平时吃饭是到了几分饱才停筷子呢？是吃到撑才觉得满足，还是从来没注意过这件事？欢迎您看完之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结注讲第2条，3分动7分日常，这条我要先破除一个迷思。不少人一想到运动就觉得一定要换上运动服，固定去公园走路半小时，或者去健身房练器材，如果做不到就觉得自己没在运动。但从身体活动的角度来看，真正决定一个老人身体功能的，往往不是那每周1次2次的刻意运动，而是日常的活动量。你买菜要走多远？
爬不爬楼梯，做家事的时候有没有在动，整理花园的时候有没有弯腰蹲下，这些零零碎碎的动作加起来的能量消耗，常常比一次剧烈运动还可观。世界卫生组织对65岁以上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周累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有人一听到150分钟就觉得有压力，但其实您拆开来算，每天大约20到25分钟，然后把这些时间打散在日常里，去市场走一趟，饭后散步10分钟，在家里做家事，一下就补齐了。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很多在诊间里精神最好、腿脚最灵活的长辈，都不是那种每天规定自己运动多久的人，而是那种每天闲不下来，总会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的人。全球所谓的南区，就是那些特别多长寿老人的地区，比如日本的冲绳，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那边的老人很少有人特别去健身房，他们多半是种菜、走路、做家事，身体就这样一直在动。所以我常说，运动不一定要很辛苦，把活动融进生活，比把运动当成任务更容易坚持，也更有意义。而且当您把活动融入日常，您不会觉得自己在忍受运动，您只是在过日子，而日子本身就让身体一直在使用，这种不自觉的累积反而最持久。我遇过一位70多岁的患者，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在运动，但每天自己上市场，自己扫地，自己晒衣服，偶尔还帮邻居提东西，他的体能状态比很多每周上健身房但其他时间都坐住不动的同龄人好很多。这不是奇迹，这就是日常活动量的力量。那3分动的动又是什么呢？就是一天里面还是要有一小段时间稍微刻意一点，比日常活动再快一点，再喘一点，比如快走、爬楼梯或者做几下深蹲，这段时间不用长，5分钟、10分钟都好。它的作用是维持您的心肺功能和肌肉量，这对防止跌倒、防止失能非常关键。我还要提醒一个动作，就是平衡训练。年纪大了以后，平衡感会慢慢退化，而跌倒往往是老人失能的重要起点。您可以在每天刷牙洗脸的时候，单脚站立一会儿，手扶住墙壁，先从10秒开始，慢慢增加。这个小动作对预防跌倒很有帮助。您不要小看这些零碎的时间，累积起来就是您身体最好的本钱。常有患者问我，那到底哪种运动最好？我会说，您能持续做的那种最好。有些人喜欢走路，有些人喜欢游泳，有些人喜欢太极拳，这些都好。重点不是选最有效的，而是选您愿意一直做下去的。因为运动这件事情最怕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一暴十寒，反而让身体承受不必要的负担。讲完饮食和运动，我要跟您讲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心理法则。第3条，3分忙7分从容。退休之后，我观察到2种对比很鲜明的长辈。第一种，退休没多久就彻底躺平，每天醒来不知道要做什么，看电视看到睡住，睡醒又继续看电视，生活没有重心，没有期待，这种状态对大脑的退化其实是有风险的。第二种刚好相反，把退休当成第2份工作，比上班还忙。今天帮这个朋友，明天忙那个活动，行程排得比还没退休时还满，结果压力愈来愈大，身体反而出了问题。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成人发展研究，追踪了许多人一辈子，总共长达80多年。他反复告诉我们一件事：真正让人幸福健康的不是忙碌的行程表，而是参与感、掌控感以及高品质的人际连结。也就是说，重点不在做您做了多少事儿，而在动您做的事，而在动您做的事情是不是您自己选择的，是不是让您觉得有意义的。所以我建议黄金10年里，您可以给自己留一个小目标，学一样东西，种一批花，写日记，或者固定参加一个自己喜欢的聚会。但是这个目标不要大到让您焦虑，它应该像一个小小的灯塔，让您知道方向，又不会逼住您往前冲。3分忙是让生活有盼头，7分从容是让身体有时间喘口气。这2者之间的平衡就是富养自己很重要的智慧。而且
持续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现代医学研究显示，大脑具有可塑性，即使到了高龄，只要持续接触新事物、新刺激，大脑的神经连结还是会继续生长。这对延缓认知退化、维持记忆力，在某些研究中被认为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学习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而是黄金10年里最值得为自己做的投资。我常跟一些长辈说，您不用学得很深入，也不用跟别人比较学一样东西，重点在绿过程中的投入感。当您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时间会过得特别快，那种心里踏实的感觉就是一种最好的滋养。然后我要讲第4条，这一段可能是今天整个影片里最戳心也最需要勇气面对的一条，叫做3分为人，7分为己。我在门诊里看过太多超过60岁的长辈，生活重心完全放在别人身上，去子女家带孙子，一带就是一整天，子女下班回来还要张罗晚餐，亲戚之间有什么事儿，总觉得自己不出面不好意思，朋友邀约明明不想去，也硬住头皮赴约，只为了顾全那个面子，结果自己的血压高了，腰酸了，睡眠乱了，却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想请您想一想，如果连您自己都不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谁会替您放在第一位呢？哈佛的研究反复印证，优质的关系是健康的重要支柱，但优质的关系从来不等于牺牲自己来讨好别人，恰恰相反。当您自己的身心状态是稳定的，是健康的，您能给出去的支持才是有品质的。我常跟一些长辈说一句话，父母活得好，活得明白，本身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子女最怕的不是您没有把孙子带好，而是您把自己累倒了，变成全家人的负担。所以3分为人，7分为己，不是教您自私，而是教您设定边界，怎么温和地说不，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比如当您觉得累了，就坦白说今天我需要休息，下一次再去。当子女提出要求，您觉得超出负荷，就说这个我帮不上忙，但可以帮您想想办法。一开始可能会不习惯，甚至可能有人不高兴，但您的身体会感谢您，您的心里也会慢慢松下来。我还要提醒，不少人不好意思拒绝，其实是害怕破坏关系。但您想一想，真正关心您的人，会因为您说一句我需要照顾自己就不再爱您吗？还是说他们其实也期待您能过得好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别人的期待，其实是自己的想象。学会把别人的期待还给别人，把自己的日子还给自己，这不是自私，这是最基本的自我疼惜。而且当您开始尊重自己的界限，别人反而会更尊重您。一个总是说好的人，久了别人也习惯忽略他的感受；一个懂得温和拒绝的人，反而会让别人更认真对待他的需要。讲到这里，我也想问您觉得退休之后是把时间都留给子女更重要，还是留一部分真正属你自己的时间更重要呢？这2个答案没有对错，但我想听听您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聊聊。最后一条，也是我想放在结尾之前的压轴，第5条，3分留白，7分珍惜。65岁之后，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心思放在2种地方，一种是懊悔过去，觉得当年如果怎样就好了；另一种是担忧未来，怕生病，怕失能，怕钱不够用，怕拖累家人。这2种念头都会把现在这个当下消耗掉。但黄金10年最珍贵的地方就在昨，它还在您手里。过去不能改，未来不能定，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过今天。我建议每天给自己留一段无事可做的时间，不用长，10几20分钟就够。坐在阳台喝杯茶，看看天空，听听鸟叫，什么正事都不做。这段时间不是浪费，是让大脑跟身体重新归零。有一个很简单的心理练习，睡前写下今天3件让您觉得还不错的小事，哪怕是今天出门阳光很好，或者是吃到一碗好吃的面，都可以。这个练习很多研究都发现能有效提升人的幸福感，因为它教我们把注意力从少了什么转移到拥有了什么。7分珍惜就是把关注点从我还能活多久转移到今天怎么过得值得。3分留白是允许自己偶尔停下，
不必随时都有效率。那些真正活得豁达的长辈，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把每一天都当成可以好好活的一天。到这里，3-7定律的15个字我都讲完了：3分饿，7分饱，3分动，7分日常，3分忙，7分从容，3分为人，7分为己，3分留白，7分珍惜。您发现了吗？它其实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它就是一套很朴素的分配艺术，告诉您在饮食上、在活动上、在心态上、在人际上、在时间上，怎么把力气用对地方。我们不需要一次把5条全部做到，那太勉强了，也太有压力了。您可以先挑一条最心动的4柱做一个礼拜，感受身体和心理的变化，然后再慢慢加入第2条，富养自己不是一场考试，没有人会打分数，它比较像是一趟旅程，一步一步走，沿途的风景才是真正的收获。最后，我送给您3个明天就能开始的具体动作。第一，明天吃饭的时候，试住比平常提早放下筷子，感受一下7分饱的感觉。第二，明天不管多忙，找出20分钟散步、爬楼梯、做家事，都可以让身体动一动。第三，明天试住对一件您原本想答应但其实已经很累的事情，温和地说一次不，把时间留给自己。只要这3件事做到了，您就已经开始用3-7定律富养自己了。最后，老李还是要提醒您一句，今天讲的这些纯粹是健康科普和养生经验的分享，不能代替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如果您有慢性病或者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请一定要去拟询您的家庭医师，让专业的人为您做专业的判断。如果您身边也有活得特别明白的长辈，欢迎把他的小习惯分享在留言区，让更多人受用。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请帮我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集健康与养生的分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关心的人，就是对老李最大的支持。我是老李，我们下集再见，一起把往后的日子过得比从前更美。